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第一届天江杯无人机飞球锦标赛南区的预赛，伫台南起鼓，有将近20几个代表队做伙比赛。台湾无人机竞技发展协会主办2025年第一届天江杯无人机飞球锦标赛南区预赛，伫昆山科技大学来举办。这摆比赛是3对3团队形式，分国小、国中、无限组3个组别来相战。南区的这个邀请赛呢，我们是用20公分的有刷的这个无人机足球来做一个竞技的活动。那我们目前今天做的赛制呢是3打3，也就是说1队3个人啊，3打3的3打2胜的这种循环的这种赛制。台湾无人机竞技发展协会理事长王俊良就讲，这个比赛是希望会当启发囡仔对飞行、工程甲创造兴趣，伊嘛毋望，互无人机变作是青年甲科技未来直接的重要起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